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来甲大家小解主题，就是伫早顿店讲台语。咱台湾人啊，真重食，人讲啊，食饭皇帝大，意思就是啊，毋管咱要做啥物工课，总是啊，腹肚先甲食好饱。但啊，食饱，其实以现代医学观念来讲，伫三顿内面啊，早顿上爱食好饱。俗语讲啊，早顿食饱，中昼食卡，半暗顿啊，半枵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现代人的生活形态改变。大部分的人啊，罕得有时间家己煮早顿，拢啊，就去早顿店来买。那安尼啊，伫早顿店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头家人安怎甲咱招呼？啊，咱啊，要安怎甲头家应咧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，特别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伫早顿店上接用的，除了一行入去，就会听到头家讲的。帅哥美女，今仔日要点啥？以外，应该啊，就是点好以后啊，会听到的，啊是要内用啊是外带。那安尼，这个内用和外带，台语安怎讲咧？那讲内用啊，台语是食食。那要更较完整的，会当讲啊，我要食食，我要点食食，我要直食食，拢会使。啊，那外带咧？外带就较复杂咯，伊完整的台语是包等于食。咱伫食饭的所在啊，常常听店员讲啊，要食食还是要包？这个所在的包就是外带的意思。我要包的用法和华语的我要打包的包真接近，但是啊，华语的打包大部分啊，拢是用伫菜尾，啊，就是咱食无了剩的物件，才会当打包。啊，那台语的包就无共款啊，有食过无食过，青的煮好的，拢总会当包。所以啊，范围加真宽，是唔通忽唔对伊哦。啊，那安尼啊，去早顿店，咱会当点什么咧？伫早顿店内面啊，上侪人点的一项就是烧饼油炸粿。虽然讲啊，烧饼和油炸粿啊，拢是面粉做的淀粉类啊。烧饼油炸粿，就是华语讲的淀粉加淀粉呐，迄热量啊介悬。总是啊，好食就是正义。你若是去早顿店甲看，上侪人点的啊，还是这味的。不离个啊，有的人嫌油炸粿伤油，会甲油炸粿改做卵，变做烧饼较卵，啊，就是华语讲的烧饼加蛋，有热量，佮有蛋白质，一减二个。蒙拿减西裤，其他伫早顿店啊，真受欢迎的食物，佮有饭圆啊、水煎包啊、卵饼啊这些。所以啊，咱若要去早顿店点菜，咱会当讲头家，我要爱一份什么？也是讲啊，我要爱2粒什么？安尼啊，伫我要爱的后面，讲出咱要点的物件甲数量。点好以后，就爱付钱啊！这时咱会当问头家啊，拢总偌济？安怎算？安尼啊，头家就会甲咱讲爱付偌济钱咯。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今仔日要点啥？要食还是要包？头家，我要爱什么物件？拢总偌济？安怎算？各位观众朋友，伫早顿店用台语对话，敢是真简单呢？念伊啊，大家得当去试看卖哦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